大家好，我係 Manny，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今日同大家繼續分享點樣可以喺即使初學嘅階段令到塔羅占卜嘅準確度大幅提升。首先，我哋要問卜者確認佢係問邊類型嘅問題，例如感情定係事業。由於塔羅牌反映潛意識，佢比其他卜卦嘅工具更能夠細緻咁反映問卜者同對象嘅心理狀況，例如感覺、情緒等變化。所以如果唔了解情況嘅話，方向可能完全錯晒㗎。例如感情問題，我哋要確認問卜者同對象而家係乜嘢關係，時間維持咗幾耐。如果係曖昧或者分咗手嘅話，要了解佢哋最近有冇聯絡或者見面等等嘅。如果斷聯好耐嘅話呢，占卜嘅準確度呢可能會變到好低嘅，因為冇辦法接觸對象嘅能量。下次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事業占卜嘅問題技巧。我係 Manny， 下次見。